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哩。朋友，咱今日来做台湾话味菜，这毋是我说的哦，日本时代就有哦。头一条，互你答台语的成语4字的，讲六个学精讲头尾两不通。4字的成语要答啥？来，咱小甲想一下。咱知影讲春秋战国时代，儒生学问家咧教学生爱学6项，头一项叫做礼，礼节，好事歹事拢有礼节的。乐，音乐，写字，义，骑马，书。咱知影讲汉字咧发明有6书，爱写文字，还有数学，礼乐写义书数，安尼叫做6个。6个拢学了有成功，毋过头到尾你无通呢。多2项学无通，头拄仔咱讲了啊，头一项就是礼，上尾项就是数，难在啦。台语的成语一句叫做无礼无数。国情啊，想这个趣味，毋是我想的。日本时代一个日本的民俗专家池田敏洋来台湾推动，写一本杂志叫做《民俗台湾》，讲恁这对民俗、民间故事、俗语、味菜有兴趣的，这专家大家来投稿。其中新得一个学问家江孝梅先生，伊写一篇收集上元的味菜，出一条。共这篇内底佫另外一条，讲叫做共生嫁娶，小妹袂煞，翁要某寒。什么共生咧嫁娶生啥？生啥咱较等才讲。你听国长甲你说明。翁仔某小妹袂煞的时阵是安那翁会枵？你敢知？国长甲你报告，这条互咱要一句。到达民间佫流传，大家拢会晓讲的俗语话。讲翁仔某若咧结气啦，翁吼看到某煮糜芳出来，伊毋食啦。无我会讲翁咧枵啦。换某吼，沿暗讲某的啊，毋来困啊，某的毋敢配啊啦，你去困客厅啦。讲到这，朋友你就知啊。翁仔某床头拍，床尾和，毋才叫做翁婆。民间流传一句话就是：翁若咧结气，咱知影台湾话讲结气的时阵讲，伫咧张啦。翁张就毋食糜，某张毋敢配，对。毋则讲共生嫁娶，这毋是讲吼，咧含姓张的观众朋友摕恁的名姓来滚耍笑，毋是。拄好台语讲外音嘛，上气使性地讲叫做张，这就是正正对日本时代各种民俗台湾这个杂志去编出来，艺术趣味台语的味菜。我经过小小的改编，但则甲你互相探讨甲研究。